歡迎大家收聽靈食傳說呢個靈修頻道。今日我哋會透過我願跟隨呢首詩歌嚟到進行靈修。讓我哋一齊聽下呢首詩歌，留心思想當中嘅歌詞啊！向着前靠主恩典再走，有試煉更知主愛更甜，無懼怕幾多艱苦困倦，生命了主恩不可空接受，這正是盡意竭力時候，縱然淚水湧上心頭，仍然替因主基督奮鬥。我願跟隨係一首激勵人心嘅詩歌，歌詞表達咗堅定嘅信心同埋對主嘅信靠，不回頭立志跟主背後，令人諗起喺聖經入面，耶穌曾經話：手扶着犁向後看的，不配進神的國。耶穌喺度用咗一個農業嘅比喻。當時嘅農夫喺耕田嘅時候，需要好專注咁樣扶住犁，而且咧眼要係望向前方嘅，先至可以確保犁出嚟嘅田地係筆直嘅。如果農夫一邊扶着犁，一邊回頭睇咧，咁田地就會因為農夫嘅分心而嚟到歪歪斜斜，影響收成。所以喺呢個比喻裏面，手扶着犁向後看，係象徵住一個人心思唔專注，仍然眷戀過去嘅生活或者世界嘅價值觀。耶穌指出，咁樣嘅態度係唔配承擔天國嘅使命，因為跟隨基督需要全然嘅委身同埋專注。當我哋選擇跟隨基督，就唔應該再眷戀過去嘅生活，而係要專注喺神嘅呼召。可能我哋都會面對住各自嘅軟弱同限制，但係詩歌強調，即使面對試煉、流淚或者疲倦，依然可以喺神嘅恩典裏面揾到力量，繼續前行。飛奔向標竿不停留呢一句，令人聯想起聖經入面保羅話向着標竿直跑。保羅用賽跑嘅比喻嚟形容基督徒嘅生命旅程。標竿指嘅係屬靈嘅目標，即係認識基督，得着佢所賜嘅生命，並完成神俾我哋嘅使命。直跑表達咗一種專注同埋堅定嘅態度，就好似賽跑嘅運動員唔會分心，而係目不轉睛咁樣盯住終點線，竭盡全力向前衝刺。當我哋仰望神，靠住神所賜嘅力量，努力為主奔跑，必然可以一再奏出得勝嘅凱歌。讓我哋思想祈禱，喺我哋嘅生活入面，有邊啲嘅事情讓我哋覺得疲倦或者想要放棄嘅呢？讓我哋祈禱，求主幫助我哋，能夠靠住佢嘅恩典繼續向前走。
我哋有冇曾經喺試煉入面經歷到神嘅愛同信實呢？呢啲嘅經歷係點樣幫助我哋更加堅定咁跟隨主？我哋可以點樣靠主得勝呢？讓我哋再一同唱詩，我願跟隨。讓我哋同心祈禱，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透過詩歌激勵我哋，叫我哋懷住堅定嘅心志跟隨主，為主奮鬥。縱然我哋喺生活入面會遇上艱苦困倦嘅時候，但係願我哋能夠靠住你嘅恩典，繼續為你奔跑，為你奏響得勝嘅凱歌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